佩佩，莫哭我啦，甲目洗拭拭咧，甲目镜挂起来，咱去甲妈妈讲，讲咱拢不爱走啊。 妈，我甲佩佩拢唔走啊！妈，我不会走，我要对妈妈。好，你拢莫走，拢莫走。东东，你哪会听妈妈的话咧？东东，你安尼走，妈妈无放心。 妈，尤其你是一个查某囝，将来要去社会做代志，做代志一定要守信用。今仔日发生这种代志，你答应我，我答应别人。你讲唔去就唔去，以后叫妈妈对你安怎会放心？今仔日你留落来。 我家家互人讲，我无守信用，也毋过我无希望将来恁甲别人引导，互人批评，讲我对恁无假实。东东、佩佩，恁入去厝内，莫去甲人背罪。妈，妈，我要听你的话，我要去。大姐，弯弯，佩佩，恁以后爱听妈妈的话，唔通让妈妈伤心，让妈妈受气，有听到无？ 恁啥若无乖，我会转来甲恁拍哦。妈，再见。赵斌，你开车啦。 是的，无代志，等下就好啊。入来厝内坐。秀秀，你去找阿公陪老先生、老太太开讲，我想要休困一下。好，弯弯，佩佩。 恁袂骂，莫有白走哦。来啊啦！秀秀，你妈妈破病啊？你来到唔是时阵嘞。秀秀，你也有看到啊？我有饲足多啊，真无用啊！ 动无简单，今仔日才有限。真是嘞，阮妈破病啊，伊叫阮阿公甲恁讲，啊，毋过阮阿公今年已经81岁啊，伊阁无甲伊讲话，所以我想要请老阿伯，啊，阁有老阿姆，林刚才阁来。等到什么时阵啊？阁过一阵嘛，好无？加陪陪的代志，恁敢会改变啊？阮是真心真意的。你们爱弟一囡仔，
阮小妹若去恁兜，一定会足幸福。也毋过今日早起骗阿伯，伊来阮兜，甲阮弟接早的情形，你嘛看到啊？阮的心肝嘛是酸酸啊。阮妈为阮食遐尔济苦，伊的破病拢是因为阮。伊敢若想要为阮好，啊，毋过拢无想到伊家己。你讲了真对哦，阮来这陪陪，是想要减轻恁妈妈的负担啦。老阿姆，阮妈送走一个囡仔，就敢若挂掉伊身上一块肉同款。就算讲阮会拖累伊，是伊身上烂去的肉，要刮，嘛爱一块仔一块仔刮。等第一个空喙好啊，再刮第二块肉。啊，若无，伊哪会堪的咧？我想，最近阮啥拢袂用阁离开阮妈。好，难得你有这份好心，无关系，阮先转去。啊，你若认为什么时阵较好，你通知我，阮马上就来。小基啊，你讲好无？好啦，咱转去啊。真实嘞，互恁爸走一逝。啊，无要紧啦，老王太太讲一下。毋免客气啊，我会甲阮妈讲的。哦，安尼咱来去。啊。阿姊，阿姊，多谢你。秀秀，妈，我家己，我拢听到啊！你毋是妈妈身躯顶的烂肉，你是妈妈心头的好肉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转眼，人间数十寒霜。东东啊，以后啊，这就是恁兜啊啦，啊！老的啊，天气热吼，传一条水果给东东食啦。啊好啊，东东啊，你爱食啥物啊？咱兜的冰箱啊，这大的，啥物物件拢有哦，亲像葡萄啊、苹果啊、旺来啊、金蕉啊，啊，佮有西瓜啊，啊，佮有莲雾呢。东东，这对你来讲是人生新的开始，你一定要提出勇气来面对现实。素贞啊，东东才小学4年尔，你甲伊讲甲遐认真，伊哪听有啦？不管伊是毋是会当了解，事实就是事实。从今以后，伊就要伫阮兜生活落去。也毋过恁必须要互伊一段时间啊，互伊放轻松伊的情绪，互伊当慢慢啊适应新的环境。对，赵先生讲了真对，凡事吼豆豆发来，想过赶紧吼，到时颠倒食紧弄破碗啦。你讲这啥物话啊？东东这大汉啊，哪会弄破碗呢？
妈，好啊啦，恁愈讲愈离谱啊！东东，偏家的人拢足介意你呢。什么啦？我不爱任何人介意我。哎呀，比比上惊等瑞讲。冰冰乖，妈妈在这，免惊啊，乖啊。妈妈，你公就怕诶，我就惊诶。啊，安尼妈妈甲瑞公关在外口，好不好啊？啊？哈。好啊，瑞公已经关在窗门外口，袂过来啊哦。妈妈，我要吃巧克力。冰冰，妈妈替你踢开好不好？哇，我家己好吃。小奶奶，啊，冰冰，有好食无？妈妈，还去吃。冰冰乖，妈妈不爱食，冰冰食吼。小奶奶，什么代志？外口一个查某的讲要来看伊啦。是毋是因妈妈？毋是，伊妈妈顶边来过，我会认的。麻烦你甲伊讲，老爷有交代过，不准任何人接近伊。我有讲过啊，毋过伊讲伊是冰冰的亲情，伊还阁讲即摆直直要落雨啊，恁总袂用互我踮外口淋雨啊。好啦，你去请伊入来。是。冰冰，你等下摕咱来楼顶好不好？好。乖。你甲伊抱来咱房间要创啥？爸妈去应酬啊，阿送带阿五去山顶的果子园去摕水果。但雷讲冰冰伊会惊。你踮楼骹甲伊算就好啊。后日甲我讲有人客，我毋知影是啥人啊，我总是爱落去看卖啊。伊踮楼骹，你敢袂当见人客？万不离若是因兜的人咧。迄哪有啥要紧？爸讲袂用的啊，伊真无简单，才将厝内人搬袂记的。若是搁见面，伊会搁带遐烦呢。爸妈因会怪我的。你看卖啊，为着这个囡仔遮尔辛苦，紧去，讲了随甲抱走。冰冰，你乖乖甲爸爸做伙哦，哈，爸爸才会听你，哈。BB 知影。妈妈。这敢毋是冰冰的声？伊咧叫妈妈呢。啊，伊咧叫我啦。对啦！你看我这人遮尔好道着。请用茶。多谢啦。后伊无讲清楚，伊怎若讲是郭太太是冰冰的阿金，我怎会请你入来啊？袂要紧啦，因为秋夏吼，伊最近身体无啥好啦，所以专工吼拜托我过来看卖，看冰冰伫恁兜吼是毋是带了关系啦？真好啊，伊还阁细汉，真紧就适应啦。对啦，囡仔吼愈细汉愈好带啦。小奶奶，不敢当，我即马是冰冰的妈妈，咱就敢若姐妹仔共款，你叫我的名就好啊，我叫玉玲。哎呦，我哪有这个福气会当甲你做姊妹啦？至少咱两个是共辈啊。嘿吼，是你看我会起啦，实在想袂到呢。参像恁兜遮尔好嘢吼，也毋过互你对人遮尔好呢。我这个人吼，人若是对我愈好吼，愈看我会起吼，我就愈想要将规个心吼拢变出来互人啦。讲一句心内话啦。恁见到冰冰吼，算是见到啊啦。若是见到树下其他的囡仔吼，哎呦，我看吼，恁就母死啊啦！为什么？哎呀，一个比一个搁较歹啦，无法无天吼，啥拢无法度管。这嘛无怪啊，翁婿过生气啊，一个查某带过的囡仔，哪有可能照过会来？
玉玲啊，你是来做明理的啦，这管教囡仔吼，查某人无法度啦。你甲想看卖，来真正要甲拍吼，心内阁唔甘啦，无爸爸是袂用的啦。你有几个囡仔？一个，也毋过吼，我嘛足烦恼的呢，因为因爸爸咧做船员，1、2年才转来一届。唉，我上烦恼的吼，就是我这个囡仔啦。好啊啦，莫甲你搅了啦，因为这台南我喊你来一撮，我想讲吼，顺续去赤坎楼啊，孔子庙行行的。玉玲啊，等后转哈，阮翁婿落船的时阵吼，我就无希望搁互伊去就船做代志啊，因为我感觉吼，我甲你吼足有话讲的，所以我想吼，我要将阮先生带来互你看卖。你要甲恁先生带来我看？是啊，你毋是讲咱两个吼亲像姊妹仔共款？玉玲啊，你看卖，恁兜遮尔啊好个，搁是咧开食品工厂，搁是纺织厂，又搁是建筑公司啦。所以我想吼，若是替阮先生安排一个头路，应该毋是足困难的。你讲对无哈？真是的，厝内有大家大歌，我无法度做主。啊，你会当甲恁大官讲一个嘛？恐惊有困难，因为阮大官选人一向拢是选才能，袂会讲正的。哎呀，你就讲看卖嘛！讲到阮秋霞吼，啥物拢无甲恁讨呢，都白白送恁一个乖后生。要过去安尼啦，我要将伊婆婆转去啦。我甲你讲吼，要治伊的人吼是满满是的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。大嫂，你哪样甲人讲这种话呢？这有啥物要紧啦？这对因来讲吼，毋是啥物困难的代志啊。唉，秋霞，你嘛着替我想看卖。自从我嫁来恁顾家，都毋捌过一天的好日子啦。1、2年，才会当甲你阿兄见一解面。厝内底有老的，有囡仔，我也歹伺候咧。你敢知影？你去叶家一抓，人对我是啥物看法？我管太因有啥物看法，咱凭啥物要白白送伊一个囡仔？你，我安怎？我的日子真歹过。秋霞，我看你即马心内吼，会当讲是无烦无恼啊啦。翁婿都还未死2年咧，你着准备要将囡仔一个一个送出去，然后找一个做演员的去改嫁。大嫂，大嫂知影啦，也毋过大嫂就歹命。我是袂当亲像你安尼凊彩，秋霞。就算讲你无同情我，你嘛爱替恁阿兄想看卖啊！伊规年通天拢伫咧海上，万一有一个3长2短，还是要安怎才好咧？所以我拜托你啦，请你出面去叶家行一撮，请因替恁阿兄吼安排一个头路啦。我做袂到。啊！秀秀，秀秀，妈，什么代志？把妈皮包摕出来，我要去台南一抓。你即摆要去台南？对啦，我要来去找王太太啦。哎呦，你是要创啥啦？哎呀，迄条面开车真紧啦，来回哦只要几点钟就会用的啊。哎呦，东东已经对咱转来啊，伊唔食饭是咱兜的代志。素清哦一直咧改考课，你找到伊妈妈嘛无路用啊。我真了解东东，伊的性格足鲁的，真正找因妈妈嘛无路用啊。就是啊，东东若逐工唔食饭，你逐工走步地哦，食饱伤用。哦，我莫管吼，我先来食。东东，菜拢冷去啊！东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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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啦，好无？
东东，拜托拜托，好不啦？东东，素贞，你嘛好啊，查某求查甫的，你袂歹势啊。东东，你敢知影我是安怎熟悉恁阿姊的？阮是共校无共系，有一天吼，我伫校内底吼，拄我看到有一个查甫的咧亏恁阿姊，也毋过迄个查甫的哦，汉草足好的，我真不服啊，我就去甲杀一个。你较客气哦。结果伊歹我呢，伊讲你算啥物货啊？结果吼，阮两个咧拍起来啊，到落尾吼是我歹赢，恁阿姊吼就足感谢我的。即马我来宣布一个小秘密咯，迄个互我拍的人吼，就是我共系共班的同学啦，嘛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为着要得恁姐姐吼，请伊来演这出戏的啦，来一个英雄救美，恁阿姊吼就我骗你啊啦。东东啊，你的双截棍吼武了足好的呢，武功一定比我较强吼。以后你要拍女朋友吼，都用这招，一定比我较牛的啦。啊对啦，啊你的双截棍呢？借我算一下好不？好。好走。眼头，你总算开嘴讲话啊哈！我就唔是咧讲。东东啊，味拢有一个真出名的中正哦，你敢有想要去耍？袂用的啦，还袂食饭，哪用个走出去耍咧？东东骂我戆，你比我较戆哦。咱明仔买一寡胖甲牛奶去遐食。这的水根本就深嘛。你是问什么人？问你啊。我是按台北来，我要问啥人？你问伊啊。伊是啥物人？你总袂当叫伊偏数签吧？喙较甜的，袂食开啦。你喙面这会胖，啊，搁一罐牛奶，拢是出钱买的呢。那会唔食？你只要喊伊一声阿姊，你就当食甲大大方方啊。啊，无安尼好啦，秀秀应该是阿姊。要毋过素贞伊咧读大学，你应该叫伊大姊，你讲对唔对？好，你承认素贞是你的大姊，安尼你就食啊。大姊。秋霞，秋霞，爸，什么代志？我听迄秀秀讲，阿英啊去台南找业界麻烦。秀秀，伊嘛真够话。哎呦，这个查某吼，伊是挑工要甲气死啊！爸，你莫生气，大嫂嘛足可怜的，阿兄规年冬天拢无伫伊身躯边。伊有啥物可怜啊？食好穿好。爸，伊心内不安，
思念阿兄，敢若日子过了无啥物意义。讲起来，我嘛真同情伊，也毋过伊今仔日安尼做，我实在自在袂掉。我是感觉真奇怪，伊哪会去探听到叶家的地址咧？大嫂是一个足巧的人，叶家伫咧台南有几啊间工厂，凊彩敲一个电话，进门就知影。你今仔日去台南，是安怎甲人解释啊？我只好甲人老实讲，向因回息礼。也毋过叶家顶多是足客气的，老太太亲身到门卡口将阮入去。坐落来了后，我就向人解释，叶老先生甲老太太并毋知影这件代志。玉玲啊，你有看到王太太因说啊无？伊的口气种硬斗的，我嘛毋知应该安怎回答伊。玉玲啊，你若无甲我讲？昨昏爸妈转来的时阵，已经足忝啊。我打算今仔日才要甲恁讲，想袂到王太太伊遐紧就来啊。我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心肝来足艰苦的，所以就领米赶来啊。哎，伊讲迄种话，敢若在威胁阮呢。哎呀，搁咧计较这创啥啦？其实这是小可仔代志，王太太，你放心，真正需要我斗3工安排恁兄哥的工课，我一定会尽力啦。你先转去参详一下，我这边呢看情形再来办就好啊。人就贵气的，默默计较啥，还阁叫伊的司机开车送我转来，就是有淡薄仔遗憾，我一直无看到冰冰。我想，叶家是挑故意甲冰冰抱走。我如果何必一定要看到伊呢？哎，阿英哦，真正是假把手用啊！爸，阿兄阁有偌久落船啊？我日子过了真糊涂，嘛唔知影什么时阵。若是我阁会当活来见到阿兄，我会去叶家一抓，请因斗相共。好啦，你免管遐济啦。万一我见袂着阿兄，爸，这件代志就莫阁讲啊，较免互人感觉咱去高高甜。你这种顾虑是正确的。爸，人愿意收养我的囡仔，完全是因为可怜我，咱嘛应该替人设想。原本是一番的好意，到落尾增加这么多麻烦，想嘛自在袂掉啊！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头家进来看，东东伫遐甲人相拍啦！好，我来咪去啊！哼，你少年已经死啊，你搁在学伊？东东啊，你哦，你看，你下手啊，拢流血啊啦！东东啊，你是安怎啊？甲人相拍，伊一个啊拍两个啦。是毋是因两个哦欺负你一个啊？迄两个是上斗的囡仔，咱来找因。哎呀，囡仔人冤家相拍，定定有嘛，那都爱大惊小怪啊！东东啊，你无受伤吼？啊？你是安怎哈？囡仔互人欺负啊，你一点仔拢无关心咯？啊，我无关心，
哎呀，你黑白讲啊你！那安尼你随去找因啦，替咱东东出一口气。哎呀，煞去啦！甲因找着吼，加讲一声失礼啦。迄囡仔人吼，逐工拢嘛见面啦。就是逐工拢爱见面，更加爱找伊。伊若是搁拍咱囝，要安怎？妈，我唔惊。东东啊，你叫我妈妈，乖囝，妈妈无白疼你。嘿，东东啊，啊你要认妈妈，嘛都爱认我这个爸爸。谁叫你唔听我这个宝贝囝？哎，这个囡仔吼，佫真趣味呢。啊！你哪一粒我紧看？哎，头家，我关心东东啊，伊相拍是拍赢拍输哈。哎呀，哎，查甫囡仔相拍是算啥啦？哎，一个拍两个哦，竟然拍赢呢！阮东东吼，无亲像兄弟数千啦，细汉时阵吼，定定向欺负啦。歹势哈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恁店家好好啊算哈。歹势啦，拢是我唔好。你看，伊两个人真来足欢喜的。这才是真正老大人咧过的生活。你看迄对翁仔某，感情足好的。我足欣赏因的呢。阮爸妈绝对袂安尼。阮妈更加袂。妈，阿姆你好。妈，素贞来看你啦。妈，你是要走去倒啦？我甲你少年人无话讲啦。妈，赵敏，再见。素贞，素贞。小敏啊，你今仔日又搁走去倒位耍啊？海水浴场。一日休热，你真少伫咧厝的，有时阵3、4天无看的人。妈，原来你是咧受我气哦？因为我唔知影你伫咧外口变啥梦啊！拜托的啦，恁后生敢会黑白来？哦，袂黑白来，无你是安怎定定甲迄查某囡仔做伙？同学啊，做伙算哪有啥关系啦？无关系，哪会无关系？啊，恁是要叫我安怎？厝邻、车行、下间、房间、客厅，拢伫遮踅来踅去，
逐工听你讲爱看册、爱看册、爱整理房间，唔通袂去洗喙齿，拢总干即几句话。你，哎呀，你竟然敢甲我应嘴应字哦！你是不是甲头拄仔迄个查某囡仔学的？妈，你要怪就怪我，莫回来人遐去好无？你交女朋友，你是安怎摆甲我参详一下？好，我即摆就甲你参详，以后做平数签是东方语文系，英文、阿拉伯文拢作赞的，新冠170。伤悬啊啦！也毋过伊甲我做伙足好的啊。我感觉伊伤水啊啦！哎妈，拜托你啦，这都毋是理由啦。哎呀，娶某爱献花，生了伤水，将来会甲你惹麻烦啦。唉，妈，你想伤济啊啦！伊是我的女朋友，无你甲就是阮某啊。讲你两句，你就指责袂掉。谁人叫你车尾我袂等，等一下警察来甲你开罚单啦。迄唔真简单。仔友啊，我一步是甲你学的啦。好诶，无拢学出我歹啊！即摆警察吼有够巧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这把戏吼无法度吓因啦。我一两工哦，才咧吓过一届呢。吓袂过哦，你就落水啊！蔡伟啊，规地开钱哦，是阮头家娘的代志啊。哦，恁头家娘对你遮尔好，袂扣你薪水哦。没啦，恁个月哦，我才用开2张单啦，伊拢无扣我薪水哦。哎，财务啊，我看你卖这蚵仔面线哦，赚的钱也无够你食药啊啦，你真正拢有要走车哦？嘴较甜的啦。对啊，赛车一定要细腻哦。喂，你放心啦，师傅啊，我技术足好的啦，赛车绝对袂去弄死人啦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。找相啊？我无要找相啦。食薰啊！哦，多谢。你唔捌我？那呢？你应该无该看电视啊？真罕的看。哦，迄都无怪啊。你是不是对上电视机的啊？哎呀，我是演员呢。嘿，你唔捌看过《又见阿龙》哦？又见阿龙？哦，有淡薄仔印象，是迄阵女工对无？对对对，我就是吼，伫头拄仔讲的迄出戏内面演警卫啊，迄个啦，天上的明月光，咱两个算是共图呢。哦，对，来坐。多谢多谢。啊，你这个大明星，今仔哪有闲走来这个所在啊？我今日啦，来恁家吼是要探听一个人，这个人吼就住伫恁这栋大楼内面啦。像啊，姓周啊，叫周爱娜。知影？你当时转来哈？好，我去接你。啊，对啦，关系我要收养迄个查某囝的代志，我知影你已经答应我，啊，毋过我需要一笔钱啊。譬如讲，囡仔的房间是毋是爱先布置一个？食的用的我是毋是爱先准备一个？啊，搁有啊，我打算要家买一台钢琴。哎哟，我若讲你就嫌我啰嗦，我不管啦。这个囡仔我一定要收养。
就算讲我啰嗦，嘛有一个啰嗦的对象啊。真无意思呢！我若个少年贵下，我就无爱插你咧。早就转去做我的本行啊！伊的本行是咧做啥？哦，母女，母女哦。卖讲呢，我无应该随便讲讲的啦。对，职业道德，这我办。多谢。好诶，暗时若是有人找我，你叫伊10点以后才来。哦，我知。李先生，你讲你是冤冤的监护人之一，你嘛去阮兜看过阮兜的环境啊？我什么时阵会用去接冤冤？因已经搬去家己布地啊，我也袂去遐甲因参详啦。拜托你去甲因讲一声啦，请王太太写一张批给我，我马上会去接冤冤。好啦，你要来楼顶坐一下无？免啦啦。安尼是咧吼，我要先来走啊，还佫有应酬。骗你这办的，佫想要收养冤冤，你免小想啦。阿王，你讲周小姐是母女，秋霞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哦。你是专工为这件代志来的哦？什么啊？这个无重要哦。哎，对好人是学好人，对当机是学拜神呐。俗语讲啊，良交良，凤交凤，稳固的是交党王啊。你甲冤冤吼交互迄种查某人，这冤冤吼将来敢有法度学好。到时吼伊若是大汉，伊会甲冤冤啊当作摇钱树呢。我想应该袂啦。哎，秋霞，我毋是要吓惊你的哦，你着千万爱说你哈。我也是做演员的，我伫剧本内面哦，读到真侪至理名言呐。我会记得，我有一遍演过一出戏，迄个编剧啊，写一段是圣经顶面写的，伊是安尼写的哦：好树就结好籽，歹树结歹籽呀。这好树的顶面袂当结歹籽，这歹树的顶面嘛袂当结出好籽。哎呦，东东啊，你实在足讨厌呢！你看卖，你家己看卖，你有看清楚啊无？若是实啊，迄就是红啊，挽来食吼，我绝对袂改一声啦。迄青顺顺吼，就甲伊卡落来啦，实在足糟蹋的，足可惜的。这件是我有看到，啊，假使我若无看到，唔知互伊卡偌济落来啊咧。哼，三八婆。孙太太啊，歹势啦，袂要紧啦，这感冒吼，算是我买的好啦。你请看卖哦，有偌重，一斤偌济，咱照算啊。好啊，啊无就安尼先好。孙太太啊，实在足歹势。啊袂啦，以后叫伊莫安尼死就好啊啦。这要放倒哈？放遮啦，来，我来。多谢。顺行哈，顺行。大惊小怪，
风若吹，规头壳拢是，你吹啥陪啊？哎呀，你讲这什么话啦？这是咱东东去卡落来呢。大目大汉的囡仔，好奇啊！东东若是咧庄卡大2年啊，你就是送互伊食，伊嘛无爱滴。也毋过吼，还未到时都甲卡落来，嘛实在真可惜啊。什么可笑啊？袂要紧，咱摕糖哦，洗起来，我来食。你分明咧讲气话嘛，人孙太太也无毋对啊。你敢会当较细声咧啊？哈？我是安怎啦？你一定哦替人讲话，安尼东东若听到，心内会甘苦呢。哎呀，囡仔人，咱都爱互伊了解是非呀。啊，毋过伊即摆心无伫咧遮，万一感觉咱无听伊，伊若是走倒去布地去找伊妈妈，迄要安怎啊？这点我是无想到。赶紧的，你回去看卖东东敢有伫厝诶。东东啊，东东，东东啊，东东，哎呀，害啊啦，伊是毋通真正倒去布地哦。乖，就这。个囡仔放落来，你走啦！我袂阁将囡仔送互别人啦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。